根据财政部2019年度综合所得税资料，全国平均年收入上悬的5个里，拢伫咧新德县市。其中新德市东区的关心里，平均年收入是286万，会当讲是全国上界好嘅里。一栋一栋全新的大楼，边仔有公园、绿地，这是新德市关心里。根据去年综合所得税报税资料显示，这边是全台湾上好嘢的所在。住遮的人一年的平均收入有286万。里民的结构大部分都是在科技业上班，那科技业他们的那种责任，就是工作都是责任制，他们的那个精神压力非常的大，所以他们赚钱也是非常的辛苦。有一些一般人不知道的这些，大家都很辛苦的赚钱。那有的他做经理的，他每天没日没夜的这样子，为公司付出。因为这边挖近新的科学园区，佮加上附近有商圈，方便买物件，真侪科学园区的上班族会选伫遮买厝。能够买园区门口，当然优先以这边为主，除非你是其他有从化需求，然后有高铁需求的客人。因为有科学园区的关系，那提悬新的县市的平均收入，也扣悬附近新厝的介绍。不过想要有好的收入，相信嘛是要有相当辛苦的付出，才有机会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